長假期結束，返工嘅你除咗被假期後遺症困擾外，仲要提防假期後嘅腸胃不適。今年復活節港人外遊人數極多，無論係自製10日假期出外旅行，或係與好友北上吃喝玩樂，全係讓人身心愉快嘅假日安排。但連續幾日嘅放假生活，打破咗平時嘅作息規律，放鬆之餘，容易大飲大食、熬夜、食宵夜零食，各種高油、高鹽分及高糖分嘅豐富佳，會對我哋嘅消化系統造成壓力，甚至令腸胃功能消耗過度，讓人感到極不舒服。假期過後飽飽滯滯，益生菌能夠喺腸道中維持良好嘅菌叢生態，使腸道保持健康，可讓受損腸道加快回復健康，減輕種種腸胃不適。Genib M3Extra 微生態護腸配方 SMT04 含精準活性益生菌加益生元，幫你捍衛腸道，擊退 M3 腸惡菌之餘，還可以減輕腸道負擔，舒緩各種腸胃問題，包括胃氣脹、腸胃不適、肚瀉、腸道異敏等，平衡腸道微生態，加強腸道黏膜保護層，提升腸道保護力。每日服用1包 Genib M3Extra， 讓腸道回復健康狀態。Genib M3 Extra 微生態護腸配方 SMT04 由香港著名大學醫學院研發，醫學院臨床實證，4項專利益生菌及益生元配方 ，M3 惡菌顯著下降83%，加強黏膜保護層，守護腸壁屏障，針對各種腸道問題，有效舒緩胃氣脹、腸胃不適、肚瀉及腸道異敏。